有家咱听到就是嘉良界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继续要来关心这一届选举，和韩国瑜较有交情的立法委员候选人，10月有9个差不多拢无调。其中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柯淑华有选调，伊嘛替韩国瑜感觉真冤枉、真无公平。伊讲韩国瑜选书袂当完全怪伊。伊讲确实毋是韩国瑜出来选，安尼可能选了输了会更较忝。咱做伙来听柯淑华上新的讲法。我觉得不需要特别把它规划说是韩家军，或者是说几个是跟韩国瑜比较靠近的啊，因为这一次的选举看起来跟上一次我们在2016年的选举的席次是差不多的，但是就说立委的席次目前看只有成长了3席，那么在总统的部分实际上是有成长的哈。那我觉得总体而言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这次的候选人不是韩国瑜的话，有可能总统的选票会更差。那这个是整个党的结构还有路线，包括这几天党内一直在检讨部分区的人选的提出，还有很多对于时事的回应，包括年轻人的议题等等的，这个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多的原因需要考量的，不能够单一把它作为一个指标。那毕竟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的话，这次所有从2016年的连任的立委当中，大部分都是连任的居多，也就是必须都是有自己在地的经营。那包括我自己跟毛俊也是一样，都是在地的经营时间比较久，这个还是要在自己基层的努力啊。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完全把这个胜败呢立委的席次全部算在韩国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觉得面对于民进党的大军压阵哈，然后还有资源不断的不对等的情形底下，实际上呢，我觉得在面对国民党在现有没有资源的情形，要挑战现任民进党的这么庞大的资源，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韩国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那我觉得自己本身身为一个区域立委，只能够在更加的提醒自己每一位同仁一定都要在基层更加的努力。